Hello, my name is Fortune。我而家喺呢度祝各位蘋果場各位新年快樂，亦都祝各位嘅學業成績馬上進步，亦都祝各位長者嘅身體馬上健康，同埋蘋果前嗰所有人身體健康。大家好啊！我係親自落嚟到學社嘅 Alex，啱啱行過呢個好有新年氣氛嘅地方，咁啊順便同大家拜個早年，咁啊祝大家馬年行好運，事事順利，身體健康，恭喜恭喜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寶寶老師。喺新一年裏面，先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新年快樂。喺馬年更加要馬上快樂，馬上幸福。嚟緊新一年裏面，我哋會繼續準備更加多精彩嘅家長活動，等大家可以喺育兒路上繼續攜手同行。Hello， 各位同學新年快樂啊！我係 Miss Shirley， 係咪好開心？終於放假呢，可以周圍去玩，逗下利是咯喎！咁作為你哋嘅中文老師，喺呢一個馬年裏面，我梗係要祝你哋學業進步，馬到功成啦！希望大家咧新嘅呢個學期都可以好似馬仔一樣咁有活力，上堂嘅時候可以精神飽滿，而且啦背書咧都可以記得清清楚楚喎。好啦，新嘅一年，希望大家健健康康、開開心心，我哋新年後見啦！ Happy Year of the Horse! As 2026 gallops in, I wish you a year of steady progress and boundless energy. To kick off the new year, I encourage students to buckle down on their reading habits. May they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see their results soar to new heights. 各位家長好，我係英文科嘅 Miss Chloe。適逢2026年金馬年，祝願大家龍馬精神，事事順暢。喺新嘅一年，希望同學們馬到功成，學業成績步步高升。除咗課業進步，更加鼓勵孩子們可以喺培養閱讀習慣上，喺書海中學闊眼界。同時，我哋祝願各位家長身體健康，家庭和睦，讓我哋繼續攜手為孩子嘅成長打好基礎。新春佳節，衷心感謝各位家長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信任，祝願大家新一年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，同學們學業進步，一馬當先，恭喜恭喜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ss Wendy 啊，祝大家咧新一年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一團和氣，馬到功成。小朋友咧，希望你學業進步，升中嘅小朋友咧，希望升到心儀嘅學校，恭喜恭喜！大家好，我係黃傳道啊，祝大家龍馬精神，馬到功成，一馬當先啊！講到一馬當先就係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，向住你嘅標杆直跑啊！最緊要咧就係靠住主耶穌啊，俾你能力喺今年裏面咧能夠達成你嘅願望喎。又祝大家咧出入平安，正如聖經所講，你出你入，耶和華要保護你，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啊！恭喜恭喜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Irene 老師，祝大家馬年進步，夫妻馬上和睦，小朋友馬到功成，恭喜恭喜！弟兄姊妹你哋好啊！祝福你哋喺2026年更加事事順心，喺靈裏得力。祝大家馬年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大家新年快樂啊！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大吉大利，如意吉祥。咁馬年當然啦，就龍馬精神啦，萬事如意。咁小朋友咧，當然咧就要學業進步啦，同埋聰明伶俐。咁希望咧新一年咧再見大家。咁我係 Candice， 新年快樂，多謝大家。咁多位家長大家好啊，我係講精神健康專題嘅社工何成高嘅，可以叫我高人，係啦。咁咧嚟緊新一年啦，馬年啦，咁啊請大家除咗繼續去照顧小朋友之外啦，都記得好好地去照顧你哋身體啦，好好地照顧自己啦。嚟緊馬年咧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新年快樂，同埋最緊要係精神健康。大家好，我係 Stanley， 我就代表生命動力培訓及輔導有限公司咧，就祝大家新年快樂，今年萬事如意，龍馬精神啊！我哋馬上快樂，馬上放鬆。咁希望今年咧，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哋平台啦。我哋平台繼續會同大家咧，就預備更加多無論係適合家長啦，或者係唔同人士嘅有用嘅講座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哋平台。咁多謝大家。